意啦。重点是迄个咱有愿意结果子无？咱有愿意行出迄个好的行为无？所以重点颠倒毋是你表现出来的好，重点是伫迄个过程，那个是在悔改里面被绑挣扎的。好，就是你有反悔的心，你的生活一定是会被绑。好，而不是在看你各样这，毋是在看这后尾来咱的子孙，每一个人的表现拢安那，拢做好的，做水的，哦，做公义，做有疼心，拢做成功的。毋是上帝，毋是咧看这，上帝是咧看伊的百姓迄个愿意诚做好的迄个过程，好，愿意成为好的那个被绑的过程。啊，毋过上重要有关是毋通靠势，吼，不要毋通讲阮有后尾来汉诚做阮的祖先，也是讲毋通讲阮是后尾来汉的子孙，所以阮介够，吼，阮已经得救啊，吼，阮有迄个门票会当去入上帝国的百姓。佢讲这是惊说的约翰当迄时2000当进前对遮犹太人讲的话，啊，伊要看卖啊，佢讲这。啊，即摆若惊说的约翰伫咱的中间，要甲咱讲啥？啊，会甲咱讲啥？说不要说什么？哈，我是什么？第几代基督徒？哦，同款的语法。基督徒，咱毋通掠做哇！我自细汉到会长大，吼，我自细汉到会大汉，也是我即摆第5代、第6代，即摆台湾已经有第几代啊？现在应该有第5代了吧？第6都有了吼，第6代吼，哇！所以我问你啦，对不？我第6代有问无？吼，同款，惊说的约翰对犹太人讲的，遮犹太人讲，毋通靠势讲你是后尾来汉的子孙。咱同款，咱嘛无法度靠势讲咱是第几代基督徒，吼，所以毋通讲。我是第几代基督徒，其实咱嘛同款，毋通靠势即个身份、即个地位。咱所爱做的，应该是互即个身份、即个地位真做实在。吼，各位说，请咱看今日的周报的封面，好不好？你们我都怀疑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看我封面的文章啊？各位说，我伫遮8当半呢。我每个礼拜都写1篇呢，这个不好写呢，只能写700字、600字到700字，哈，我为什么会怀疑哦？哦，唔知咧，好了，好，感谢你有在看，今日写甲这就是有关系，吼，就是咱因为是得到上帝恩典。真做上帝的囝儿的这个身份，真做上帝国的百姓的这个身份，我们是先有身份、先有地位的。既然咱若有这个身份、这个地位，安尼拜托的，咱爱有啥物货？爱有啥物货？好的行为，就是咱爱结子，对不？好，是这样的概念。好，就是这个好行为是咱要拍拼，显明讲咱是上帝国的百姓，不是要倒果为因，不是讲咱有好的行为，好通成做上帝国的百姓，不是，是咱既然是上帝国的百姓，所以咱得安那画出迄个水的款式，去合乎这个身份。跟地位，所以伫遮爱互这个身份、这个地位，真做实在，成为实实在在的。哦，上尾，惊洗的约翰讲啥物话？讲我用水甲恁惊洗的，好 ，for your repentance， 为了你们悔改，或是叫你们悔改，或是成为你们的悔改，都可以。其实也当把它理解成。我用水甲恁惊洗的，互恁进入悔改，安尼嘛是会使。吼，
啊，毋过即马行说的约翰下面佫讲啊，煞我落尾来迄个安那，比我较有关联，吼，伊的下，伊的下，我也袂堪得配吼，我连踢他的鞋都不配吼。伊讲伊是要用啥物货？用圣行甲血，甲恁行洗礼。就句点了哈，停一下。这个句型怪怪的。头前行洗礼行讲，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互恁安那？也是讲代表恁的悔改对无？我煞尾来迄位，伊是用血甲圣行，用圣行甲血甲恁行洗礼，会较有写啥物货无？就没写了呢，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再看，再搁修一改。行洗礼行讲，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互恁悔改，也是讲代表恁的悔改。迄位要用圣行甲血甲恁行洗礼，照理来讲，后面应该有什么？会有一个另外一句吧，还是讲另外一个动作吧？是不是？总无呢？无。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句点啊。伊讲我迄位用圣行甲血甲恁行洗礼，下面就讲这个话啊。施洗约翰就讲这个话，这个很难念的这句话。伊讲啥？伊要用伊的手提簸箕，伊罗马拼音是写簸箕啦，提簸箕要将伊迄场一浸簸。意思是讲，伊要用簸箕把迄个场吼，它的收成的那个农场的麦子啊那，拢簸了了啦吼，一浸簸收伊的麦里称，那是麦香，麦香就是那个外壳，伊要用麦花的火烧伊，太文言了，讲简单，互咱知影。伊讲伊要摕咱讲的畚箕，吼，甲伊的麦子安那，切要创啥？就是本来那个麦子跟伊的壳已经分开了，毋过揽做伙，拢揽做伙，所以伫遐切，伫有风的时阵，风来的时阵，伊甲伊的所有物件切起哩，那种的麦子就怎么样？掉下来。轻的麦香的呐，去有风吹去，吼，吹到旁边，吼。即马伊家落来遮个麦啊，安那收伫伊的仓，边仔散去遮个麦香，扫扫咧，用迄麦花的火安那烧精，搞了半天写一大段，就是后面的点点点呐。好，那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？审判哦，可是前面有个动作是什么？筛选呐，好，筛选，然后做最后的审判嘛，对哦，哈。所以各位看这，伫遮行洗礼约翰讲，我来，我用火，我用水，甲恁行洗礼，是提醒也好，是引导也好，是帮助你们进入悔改的状态。悔改，毋过煞尾我迄位，毋是安尼啊，伊是要用圣行甲血，在希腊文里面吼，那个凯吼，那个 K 吼，那个圣灵与火汉火吼，另外一个翻译也是可以的情况是写圣灵的火，好变成所有格吼，圣灵的火，那亲像圣行亲像血赶快这样的意思吼。我要用，迄位要用圣灵与火来行洗礼，他要做的是什么？就要做分别跟什么审判，好，就是看真正受水洗礼这的人是不是有悔改，是不是有悔改？有悔改，伫这个时阵被分别、被审判的时候，都无惊吓，都无惊吓。跟下这上尾。我依然
要强调，我深深的相信，咱基督徒，咱讲咱读圣经、尊探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常常跑去这里，我们常常强调要有好行为，强调要有好行为，不是讲这唔对，是要讲要把迄个焦点再调准一点，调较准的，唔是在评断咱某一位基督徒是唔是有好的行为，不是，而是在分辨咱家的属地、上帝国的百姓，咱家的称做上帝的儿女的这群人，是唔是有迄个愿意结出果子，愿意有好的行为，迄个愿意最重要的。迄个愿意是讲，检查你跋倒，检查你做袂到，检查你失败，上帝拢无办法，因为你是尽心尽力愿意在生活，照这个方向在跑走。上帝并毋是咧看咱的结果是成功无，上帝要看咱的过程是毋是？台语不要讲，叫做淋漓尽致、无怨无悔。这边来讲台语，淋漓尽致。算了，就是 do your best， 你用上大的力量来过你的生活。讲下这，用咱上大的力量来过咱的生活，照主所欢喜的款式去过。咱无一定伫人的眼光看起来是好的，咱无一定伫世界的眼光看起来是成功的。毋过咱是尽一切的力量，愿意结果子，愿意行做有好的行做。各位兄弟，安尼就有够啊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们喜欢看行为。我们喜欢看结果，咱常常在指责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常常在埋怨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常常在讲咱兄弟姊妹的弱处的所在，拢是讲结果。你无安怎啦？你无做这啦？你拢无来读圣经啦？你拢无够自爱？你拢无够宽容？无够安怎啦？这个都是结果。咱无法度看到迄个人的，伊的打拼，伊的努力的尝试，咱看袂到。所以我们才不会是那一位有迄个管理审判的人。我们不是那一位。所以咱爱学习，会当去欣赏咱兄弟姊妹迄个愿意，那个愿意。这是咱教会的生活，这是咱基督徒的群体一个最水的所在。检查咱的服侍失败，检查咱的事工无成功，毋过咱的同工，咱看咱的同工，咱是毋是有看到迄个愿意，迄个努力的尝试？迄是最重要的，迄是这个世界袂去看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成功了，是不是看你结果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世界可以不择手段。毋过各位兄弟，伫咱信仰的群体内面，好毋好？咱更较侪去看咱兄弟迄个愿意真做好，真做上帝国的百姓，真做上帝的儿女的迄个背白的迄个心意。嘛，咱用安尼的心来相款待，同心祈祷。